今年係香港工業總會成立65週年，我哋一直致力鼓勵本地青年投身工業界，把握國家發展嘅機遇，推動香港新型工業同埋創科嘅發展。新一屆嘅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YIAH 現已接受提名。如果你對香港工業發展充滿熱誠同抱負，致力推動本地工業同社會進步，同時熱衷於探索創新、突破傳統。無論你嚟自邊個行業，只要你想為香港工業注入新嘅動力。作為香港工業界嘅一份子，除咗要為自己企業奮力發展，亦要積極推動香港品牌邁向世界。如果你具備獨到嘅工業同埋商業觸覺，勇於創新，呢個殊榮承載住香港工業嘅傳承使命。如果你有抱負，敢於創新，想為社會作出貢獻，又想為香港工業發展注入新活力。作為2024年香港青年工業家獎嘅得獎者，我親身感受到呢一個獎對我哋嘅事業同埋團隊有咗巨大嘅肯定。如果你具備創新嘅思維，敢於改寫工業未來，如果你對香港工業發展充滿熱誠同埋抱負，致力推動本地工業同社會進步，咁就要把握機會，快啲嚟報名啦！